继续来看，去年的10月，疫情当严重的时阵，台中一个23岁少年呢，啉酒醉到超商要买物件，无挂喙罨，男店员就甲提起，伊怎掠讲，用玻璃杆仔共讲店员，共讲断10支的扁仔骨，嘛甲人的目箍甲讲甲受重伤。一审是甲判刑2年10个月，今仔日2审，台中高等法院甲判搁较重。改判3年10个月，会当过来上诉。这位受害男店员讲，目前伊的伤恢复甲差不多了，但是带一个病母3不5时，胸坎仔就安尼杂问问。这个嫌犯到呾拢无甲道歉，嘛拢无找伊讲赔偿的问题。伊是希望法官会当甲判愈重愈好。2021年10月，台中23岁一个姓周的查甫人啉酒醉去超商，因为无挂喙罨，一个姓陈的男店员提醒伊爱挂喙罨，想不到安尼尔，互伊用这玻璃杆仔拍，造成这个男店员目眶受伤，10支扁仔骨断去。台中地方法院一审依照重伤害未遂，判刑2年10个月，2审改判3年10个月。主要是因为当时正值这个新冠肺炎流行的时候，但是这位民众呢，不仅没有遵守规定，不服劝告，而且还殴打这个超商的店员。台中高等法院2审的法官认为讲，当时是防疫期间，全民认真的抗疫，再加上被告拢无甲对方和解。对方开庭也爱去不去的，有请律师联络他。他也爱理不理啊！我是倾向于能加重就加重啊，因为对方他连想去处理都不想处理啊，就让他去关一关吧。这个姓陈的店员讲，代志发生后，伊休困半年，目前的伤势拢差不多好啊，要么胸坎依然小块白白。目前为止，这个被告也未甲回释呢，嘛无讲到赔偿问题，所以讲对着2审改判3年10个月，伊嘛支持判较重咧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